咁請問 K A 總，你認為點樣去選擇合適嘅交友活動呢？咁樣咧，其實我就喺深圳咧玩過即係超過20幾個嘅交友活動嘅。咁我先講一啲唔係太推薦大家去參加嘅交友活動先啦。大家可能會覺得飛盤啊、匹拉球啊，或者一啲攻防戰呢啲係非常之好玩嘅活動嚟嘅。咁又你會見到哇30幾人咁樣，然後可能分成3、4組咁樣去比賽。其實嗰個畫面非常之激烈嘅。但係問題就在於咧，其實呢啲嘅好刺激嘅交友活動、好刺激嘅運動，雖然係好好玩，但係其實如果你話要識女仔嚟講咧，其實唔係話太過建議。點解咧？其實佢成個流程係一開始可能教啲基本動作，然後咧就開始教你點樣走位啊，之後就開始比賽。之後先會叫你可能去自我介紹，但去到自我介紹嘅時候咧，其實大家可能已經都冇晒氣力啦，或者成身汗，其實都冇乜心機去自我介紹。咁就呢啲嘅劇烈嘅交友活動嚟講咧，你識女仔嘅時間其實唔係好多，可能係一啲嘅比賽中間嘅空檔啊，或者你係1對1練習嘅時候，可能先有少少嘅時間嘅啫。但係要喺少少嘅時間去把握嚟講咧，亦都唔係話太多。咁呢啲嘅劇烈嘅交友活動有咩方法咧？可能係你要去多2、3次先有機會，或者你即係裝個社團啊玩飛盤，有人去2、3次，有個女仔又去玩2、3次同一個活動咧，你先有機會識到呢啲嘅女仔。所以如果你話要求即係快捷化效率嚟講，其實呢啲嘅劇烈嘅交友活動嚟講唔算話太過建議去參加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就係講下一啲嘅大家好興啦，玩撲克。撲克嚟講，即係依家越嚟越多人去玩德州撲克嘅，有啲女明星都可以走去玩。但係去到現場嚟講，尤其是我第一次去深圳玩交活動咧，就係玩德州撲克。10個人之中有9個係男，有1個係女仔。咁即使你去到7男3女咁樣8男2女都好啊，其實呢個比率嚟講都一定係咁樣噶啦。而且咧喺呢個玩德州撲克嚟講咧，其實呢個係相當講邏輯性嘅一樣嘢嚟嘅。大家都可能計緊大家有啲咩牌啊，需唔需要加注啊，或者幾時去掉牌啊。大家個人係非常之理性。當一個社交活動非常即係當你嘅思考係非常之理性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又好難去調去感性嗰一面嘅。咁又依自然咧嚟講咧，大家可能都係一個理性嘅頻道去交友，所以你係好難去識到女仔。你識嘅女仔咧，可能都當你係兄弟咁樣樣。所以嚟講咧，撲克嚟講，即係打德州撲克嚟講，可能你好犀利，但係呢個運動、呢個活動咧，亦唔係太適合去識女仔嘅。好，咁我去到第3個啦。第3種咧就係一啲嘅桌遊類。桌遊類有好有唔好。好嘅就係如果你玩一啲簡單嘅桌遊咧，其實係唔錯。例如玩一啲嘅Uno 啊、Lala 啊，或者可能係一啲嘅矮人掘金啊，呢啲其實都係比較容易啲嘅設計，即係啲嘅桌遊。咁大家唔需要話好攻心啊。最慘係如果你話即係玩呢啲好攻心嘅，例如狼殺、阿華龍啊，或者劇本殺呢啲咧，其實唔太建議去。因為首先呢啲係已經係難度好高嘅一啲嘅桌遊，唔係一般人玩嘅。你有人玩即係幾個月先識。如果你唔識玩嘅話，可能一開始就俾人 KO 已經好唔爽啦。而且呢啲係需要好攻心嘅一啲嘅社交遊戲，入邊亦都要充滿住好多嘅謊言，因為你要去呃人哋。但係如果你咁樣，即使你係贏咗呢場局，人哋都覺得你係一個哇，原來你講大話咁犀利嘅人，咁嗰啲女仔都覺得係呢啲人真係要防啊。咁可能第日諗下，喂，呢啲人咧，即係可能走去偷食嘅，可能分鐘都係。所以呢啲可能會俾人覺得呢啲就係覺得你係一個好攻心一個人，亦都唔係話對你自己太好嘅。可能你玩呢個遊戲非常之勁，但係倒不如咧，即係可能你唔係玩一啲嘅真係想溝女嘅時間去啦。可能你淨係想同朋友去玩嘅時候去，咁呢啲其實 OK。好啦，咁我比較推薦大家可能係玩一啲嘅城市逃脫。城市逃脫係點玩呢？可能入邊有20
5-6條友，但係大家可能分即係4組或者5組，而且喺一個區域啦去解謎。咁我自己喺福田又玩過，喺一個嘅深葉上城又玩過2次，其實嗰個氣氛真係幾唔錯。咁喺逃脫嘅途中啦大家其實要好多嘅默契嘅。咁點樣去解呢個謎啦？除咗解謎之外，大家其實都會吹下水咁樣，即係可能了解下你背景啊，或者了解下你啲興趣。其實呢個係幾唔錯嘅一個活動嚟嘅。因為我玩過一個福田嘅城市逃脫啦，其實即係大家個結果係非常之好，成組人一齊去食，即係有後着，即係食下午茶，然後之後咧又再約出嚟，所以話後邊個反應係幾唔錯。咁呢啲就顯示到其實呢啲嘅活動可以做到後邊強烈嘅效果。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可能搵到啲嘅城市逃脫咧，其實可以建議大家去參加。好啦，但係除咗城市逃脫，點解密室逃脫唔係太建議咧？密室逃脫係一個好緊張嘅活動，即係可能10條友入去，亦都係解謎嘅。但係咧解謎嘅時間咧好多，而且咧入邊亦都可能嗰啲即係叫 NPC 咁嘅嘢啦，係好緊密嘅，而且入邊有啲驚恐嘅，大家亦都可能要跑嚟跑去，咁又大鑊啦。其實中間嘅溝通時間亦都唔係話太多，或者可能淨係你入邊即係要喺密室逃脫入邊去解謎，其實嗰段時間已經係解好多，你係好難去了解對方。我有一次就係玩完密室逃脫之後，其實大家可能覺得都好爽嘅啫，但係咧之後都各散東西，冇任何嘅 connection， 冇任何嘅即係下文去食飯，完全冇嘅。咁大家玩完就大家散去，所以呢啲咧其實如果你話要溝女嚟講咧，都唔係話太大嘅意思。好，咁另一類最普遍啦，就係一啲聚餐 KTV， 其實呢啲都係 OK 嘅。咁聚餐嚟講，當然唔係淨係齋食飯啦，可能係講下一啲嘅，即係話一啲嘅桌遊啊，或者講下一啲嘅價值觀嘅問題。其實呢啲都係可以。KTV 嚟講咧，就係睇下你，如果你唱歌嚟講，可能你係唱歌好勁嘅人，但係我覺得建議你收埋少少，唔好話唱咁多歌，因為你 KTV 最主要目的咧，其實都係識下大家，同大家去聯誼下。可能你唱歌好聽，不過你可能唱1-2首就算啦，唔需要話太過投入，即係就去唱歌唱 KTV。即使你係唱歌一個好好嘅人，但係咧，反而你最緊要係你要了解在座嘅女仔佢係啲咩性格、咩興趣，呢啲係最關鍵。好，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爬山。爬山其實都幾好嘅。爬山嚟講其實都係幾好嘅。雖然大家話行山有啲攰，但係又唔需要講咁多嘅嘢，因為大家其實都冇乜氣力去講咁多嘅嘢。但係其實大家講幾句嘢，其實反而大家嗰個氣氛其實都幾唔錯。即係講簡單嘅興趣啊、事業啊，或者有一啲嘅即係風景啊嘅好簡單嘅話題。但係其實咁樣大家一谷人去咧，其實嗰個 connection 係幾唔錯。咁呢個可以引申到一啲嘅可能有路邊有一啲嘅野餐啊，其實呢亦都係 OK 嘅。咁呢個冇爬山咁劇烈。咁中間亦都可以玩啲桌遊啊、玩飛盤，其實都幾 OK。咁呢個咧就係我玩咁多次交友活動嘅分析啦吓。咁可能中間有啲咩羽毛球啊，或者咩保齡球啊，或者轟趴咁樣，其實呢啲都係大同小異。啱啱其實都係入邊講咗。咁又大家可能最緊要係即係揾翻自己，即係聽完我啱啱嘅建議，再揾你自己合適你自己嘅活動，希望幫到大家啦咁樣。